长青纪念场长青部世界南北场，长青部大型慈善动离工作人民通过时，若你一万罗马群众老几能用的三十诺入。大家晚上好，这是 Play。
多钟，太小了。记不记得唱一下？啊，哎呀，那报一下。Dia Tuhan Abang, Jin ni man kam zongor girse chopi, terang namu lagye, lojila sansu noro, someka sonoro.一首30颂，谢谢在场的朋友们，热真切。高真切。出来嘛，开始了，对吧？啊。让他们出来。真的好难。他单独唱。啊。单独唱，要转过来，要转过来的。
往这，这往两位去吗？你俩最激动了。好，一起跳着，可能两不满足，要是弄满足。听不懂，不懂的儿童老师，他们针对的是他们的。可以截屏，最近，哎，这个，这只40%的电池。啊，有番意思。当然喝水，然后他们丢了瓶子就跳舞去了。你看地上全是水。没有的事。谁在惨叫？那应该是旁边嘛，那不是音响嘛，是不是？那个邮局的太慢动作了，我靠！到韩国寄过来都6天了，今天还让我重新填2次，他要填那个发票，居民处送的那个2箱的那个食品嘛，发票传过去了，然后就没反应了。我那边还要交那个什么费用啊，还要报关，应该还要等，明天有可能。能够拿来就差不多了，就不知道，就这个2个箱子没多重，10公斤，跑了将近1周的时间，从韩国跑到广州，从广州到成都，绕了一圈，太麻烦了啊！几点钟开始？8点钟。对，啊，对，就是8点钟的。最多8点，7点。他们团队自己调7点40到50，然后他们在刷8点钟的30。我今天听那个北斗说他们的这个跳旋钮的要来。8点整，他们跳旋是他们这个团队8点整开始，但是作业长播是7点50开始了，他们提前10分钟。我们刚开始一会儿。他们有2个团队，一个我是8点10几分来的，他们都已经开始跳了。对，他们交叉都跳嘛，这儿跳之后他们原来他们也跳，唱过一跳舞的。成都和芒康2个，成都市和芒康县，他们合在一起的20多个人。西藏芒康的还是？西藏芒康，不是四川也有个芒康的吗？西藏的还有。
哈达这个，他们来鼓掌。哈达这个，哈达的搞怪，抖一抖，抖一抖。我拍了一段那个，哎，拍的电影效果来。他俩去合影去了，拍照去了。进来喽。围堵，就是想哈打白色的。